足恐怖。足恐怖，足恐怖。你今天几点来排队啊3点钟。？3点，凌晨3点。是的，你可以帮我讲一下，这种为啥要这么早就来排队吗？因为怕排不到啊，因为喜欢这3种颜色。那你是不是之前有去别家店排队过？有啊，那你之前都有买一些口罩吗？买那个姐姐啊，还有古铜撞色啊，还有些别家的康士美的也排到很多啊，轩尼诗啊那些。你这些手罩你有帮朋友排吗？还是都是你家里自己的？我都是自己的。对，今天几点过来排队的5点多，哇，这么早？对，是因为有需要吗？还是说？就是为了颜色，那个草橘色，因为是新的嘛，然后就觉得也太美了吧，然后就Hermes 的颜色，然后就觉得一定要来买一下。之前有去别家店排过吗？都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对，之前有买过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颜色？我就是电商，大概从开卖以来，大概2个多月就一直在抢，然后就是在1个多礼拜前抢到唯一一盒，就是那个迷彩黑。对，然后这次是要来抢这个。对，是有说要帮朋友或家人也一起买吗？还是说就是为了自己用的？就是为了自己，对，就自己想戴，对。那现在你觉得说，如果这样到公共场合都要戴口罩，你会觉得这个政策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觉得很好，本来就应该要戴。对，所以像前阵子大家比较松懈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戴？换诊，我们现在开始8号码了，请不要离开队伍，谢谢。